而且呢，仁义办公司非常精明，这账面上少了30万，不是个小数目，他不可能察觉不到。要是这么分析下来，那老头的死和仁义还真的有直接的关系。哎，老板发的这个季度的工作计划，你发我一份呗。我的平台坏了。哪个呀？这是几个星期前的，你没有吗？我好像没有收到过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时候你还没来呢。哎，上个月的工作计划发我一份呗。那我得找找，都这么长时间找他干嘛呀？有用，快帮我找找。好像是有人跳楼那天发的。我记得我看完那个邮件以后就听说有人跳楼。那等会儿啊。我记得那个老头走的时候好像是下午3点多吧。你记得倒还挺清楚。哎，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就死了，我当然记得清楚了。就记得这些没用的。那个老头什么人？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其实高杰认识那老头。老板，都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了，该说的话都让他们去说了。他们不会多说话吧？应该不会，就像演戏一样，把信息透露给那个叫林逸轩的了。林逸轩一点疑心都没有。他们要是多说话，就让他们下课。老板放心，只是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的将信息透露给那个叫林逸轩的呢？